继续来看屏东县的警察总是掠毒品案，去到内埔一栋透天掠人，结果这嫌犯2个人，那像是摕一粒芭乐弹上去楼尾顶，就袂瘾搁落来。最后是请因厝内人来甲扛落来，愿意来配合调查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霹雳小组入去到现场，唔敢大意。屏东县警方查办下晡执行毒品的专案，来到内埔乡一搭透天厝咧敲锤，准备要掠细李的嫌犯。唔过无想到同行的细林的男性雄雄走去到楼尾顶，手里也搁那像摕炸弹，甲警方对架。我下晡来就安尼话啊，是在咧面顶啊。哦，手榴弹。像你安尼住伫隔壁，会感觉真危险的。哎呀，那的。好像有一个没有听到他的声音，有手榴弹的。他说不是有好几个进去，全武装。附近的厝边拢真惊吓，警方调搁较侪人力到现场控制状况，除了扣封锁线，也请嫌犯的阿进到场来甲考抗。经过差不多1.5点钟的时间，细林的嫌犯总算愿意配合调查，无造成人员的伤亡。他的手持的疑似爆裂物，他没有做什么表示，那是我们警方判断应该有危险性哈，所以我们立即的通知相关的防暴单位来现场来做处置。一开始传出讲嫌犯手里体那像是炸弹，外界佫传出是芭乐弹。军方初步到场鉴定了后，确定毋是国军的炸药，所以交由警方接手处理，提转去鉴识。现场也佫查到安非他命700多公克。专案会进一步扩大侦办，也会理清这里的嫌犯是安怎雄雄走去，敢有牵涉其他不法的行为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